雪狼湖天后變公共情婦。歌神學友攬到實嘅就係湖南美女歌手湯燦，又傳佢涉及多宗高官貪腐案，日前被中共中央紀委拘查，但官方冇報道詳情，因為中紀委主要負責查處省部級以上嘅官員，懷疑佢係高官嘅公共情婦。佢尋晚已經獲釋，而佢嘅經理人話湯燦會喺適當嘅時機統一回應。佢將民族歌同流行歌 crossover， 被譽為中國新民歌天后。99年，張藝謀幫佢執導咗呢個 MV。舊年加入軍方民工團，獲授大教軍銜。04年同張學友演出國語版《雪狼湖》。南京導演陸川係佢嘅前男友。女星主播同貪官醜聞多多，前排央視台長俾人調去做新聞出版署副處長，懷疑係同女主播傳緋聞，所以被燉冬菇。有內地傳媒人話，從宋祖英成名以嚟，唔少湖南紅色女歌手都以攀附正義為目標，但分分鐘會俾人帶走調查㗎。